12月3日是国际废除奴隶制日，这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禁止贩运人口和剥削他人卖淫公约。联合国日的重点是加强努力铲除当代形式的奴隶制。人权活动家、种族灭绝反应的创始人艾娃丽娜·欧查普在福克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维吾尔强迫劳动的文章，强调这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文章称，由民间社会组织和工会联盟组成的停止维吾尔地区强迫劳动联盟报告说，几乎整个服装业和制鞋业实际上与维吾尔族强迫劳动密不可分。根据欧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有充分迹象表明，约有8万维吾尔人被迫在工厂中工作。这些工厂是至少83个全球品牌的供应链的一部分。该报告表明，这些公司一直在其供应链中使用维吾尔族强迫劳动。大多数公司尚未对此问题发表评论，无论是拒绝指控还是解释其尽职调查程序。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一项禁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的法案，而耐克和苹果等一些公司正在游说国会以削弱该法案。文章援引《纽约时报》的话说，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公司的供应链中使用强迫劳动，我们将继续收到他们销售的产品。那么，我们都是现代奴隶制的伙伴吗？土耳其最大反对党之一好党主席阿克森纳女士批评土耳其政府对中国破坏维吾尔人保持沉默。他表示，土耳其祖国党及其领导人佩林切克是中国政策的捍卫者，他们影响土耳其政府的中国政策。他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维吾尔人正在受到压迫，东突厥散的每个维吾尔人家中都有一个汉族人。中国捍卫者佩林切克是土耳其的执政伙伴，所以中国具有豁免权。难道维吾尔人不是穆斯林吗？他还评论土耳其采购中国的疫苗，他说土耳其从单一来源采购疫苗是不对的。美国国务院4日表示，正在终止5个由中国资助的对美交流项目，称他们是进行软实力宣传的工具。国务院称，这些项目是根据美国教育和文化交流法案创办。国务院在其官网表示，已终止政策制定者教育中国型项目、美中友好项目、美中领导者交流项目、美中跨太平洋交流项目和香港教育文化项目。香港著名民运人士黄之锋被判入狱后，多名德国政坛人物呼吁采取要针对北京更加严厉的措施。绿党联邦议员外交政策发言人诺里普尔接受星期日《世界报》采访时表示，现在是联邦政府放弃克制态度的时候，必须向北京当权者表明，德国将不再袖手旁观中国的行动。黄之锋被控组织与参加去年包围警总的抗议活动，他此前已认罪，如今被判处13个半月监禁。据报道，英国和埃及签署了关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的合作协议。英国外交部的一份声明说，英国驻凯罗大使杰菲里·亚当斯爵士和埃及欧盟事务副总理巴德尔·阿贝德拉蒂已经签署了一项协议，以加强两国之间的政治和贸易联系。预计该协议将帮助英国公司在英国脱欧过渡后继续进入埃及市场，并增加两国之间的投资。